依家已經到咗深夜時分，場火已經燒咗大約8個幾鐘。我哋而家身處喺廣福休憩處嘅公園度，呢度距離起火最近嘅雲福苑其中一座大廈有大約百幾米。當局設立咗封鎖線。喺外面嚟睇，現場火勢比之前冇咁猛烈，但係至少有幾十個單位入面依然燒緊，有啲單位燒得特別猛烈。一路着火嘅同時，依然聽到物件跌落嚟嘅聲音，可以見到有竹棚同埋窗跌落嚟。喺我哋呢個位置嚟睇，見到繼續有2條消防喉撲救，消防員喺雲梯向火場射水，集中喺中層嘅位置。我哋而家仲見到有單位入面係着緊燈，我哋唔知道單位入面有冇人被困，希望入面嘅人已經成功疏散。消防早前話未能評估場火係幾大，幾時可以完全撲熄。有唔少居民喺封鎖線前面留意住火勢，亦有住喺雲福苑嘅居民話依然有屋企人喺屋入面，佢哋情緒係未穩定嘅。我哋現場消息嚟到呢度，廣播新聞網記者盧永培報導。